換個角度睇電影，延長3倍壽命。Hello，大家好，我係少年江流。咁上個月出咗一條讓子彈飛嘅拉片，本身想做一條姜文嘅作品龍虎榜，咁一直都冇時間去做啦。咁依家終於有時間可以好好地講下姜文嘅電影啦。咁老實講嘅，姜文呢唔係一個容易講嘅導演，唔係因為佢拍得太深，而係因為好多人將姜文神化咗。網上講姜文喐唔喐就係咩隱喻啊、政治預言啊、歷史密碼啊，好似每個鏡頭都暗藏住10幾層意思。但我反而覺得呢，姜文最大嘅魅力唔係在於你能夠解讀幾多，而係在於佢拍啲嘢都非常有趣，而且佢呢種有趣呢，就相當於一個中年嘅知識分子，風趣幽默地同你借古諷今，而且唔油膩。呢個係佢能夠喺影迷圈受歡迎嘅主要原因。要討論姜文，肯定係要由佢演員身份開始講起嘅。姜文嘅外表比較粗獷，而且個樣呢都係偏老嘅，佢廿幾歲個樣就已經似個中年人啦。但姜文作為演員，肯定係幸運嘅，佢中戲一畢業就被揀咗去做劇集《末代皇帝》嘅溥儀，係因為後邊導演變卦換咗阿陳道明，結果末代皇后呢都仲係揾翻佢做溥儀嘅，即係佢一畢業啊，第一套戲就已經擔正啦。咁呢套戲上映嘅時間係比較遲嘅，佢真正初次登上銀幕嘅作品係芙蓉鎮。咁芙蓉鎮呢套戲喺中國電影史嘅地位有幾咁高呢？係毋庸置疑噶啦。然後芙蓉鎮過後，下一套作品係一套中加法三國嘅合拍片，導演係一個法國嘅製片人，係一個資深嘅文藝片製片人，之前係負責過紅圈嘅。咁呢套戲叫《歸國情緣》，係一套全英文對白電影。咁姜文嘅第3套作品已經係接軌咗國際噶啦。咁再一套戲係大名鼎鼎嘅《紅高粱》。咁呢套戲呢係張藝謀嘅成名作，都係最早將姜文呢個演員佢嘅雄性荷爾蒙完全展現喺銀幕中，佢嘅銀幕魅力喺呢一套先完全建立嘅。然後後邊為咗唔想俾呢種硬漢嘅形象去定型，佢先接拍咗田壯壯嘅大太監李蓮英。所以你都唔難理解點解傳聞佢想演《霸王別姬》嘅程蝶衣，但後邊呢種硬漢嘅銀幕形象佢都逐漸適應啦，甚至將呢種形象強化咗。喺《讓子彈飛》係將呢種魅力咧展現得最透徹嘅。咁我哋可以睇到啦，佢由出道以嚟都係同中國大陸最頂尖嘅導演合作，呢啲表演經歷咧肯定係有影響到佢嘅電影審美嘅。佢又係一個非常有諗法、有自主權嘅演員，所以佢終於決定自己做導演。咁姜文嘅導演作品，我覺得可以分為2個階段，就係《讓子彈飛》之前同之後2個階段。姜文嘅死忠粉中意嘅係《讓子彈飛》之前嘅作品，然後大多數自稱中意姜文嘅，淨係中意《讓子彈飛》啊。無論姜文承唔承認啦，《讓子彈飛》過後佢嘅創作或多或少都受到影響嘅，因為呢套戲確實係賣座，而且廣受歡迎。但姜文以為呢套戲嘅成功，觀眾應該會無條件支持自己，於是佢真誠地拍咗一套佢覺得高級啲嘅一步之遙，結果票房口碑雙失啊，嬲撚到佢大鬧觀眾，鬧得比馮小剛仲難聽。然後佢嘗試拍翻讓子彈飛嘅感覺，拍咗嗰套邪不壓正，結果毀譽參半。後邊 B 站讓學崛起，個個都喺度萬字解釋，又俾姜文呢有翻信心啦。佢就照住網民中意嘅方向拍咗理行理想，結果仲撚柒。呢個就係姜文如今嘅困境，完全被困喺讓子彈飛呢套戲入邊。既然講到呢度啦，咁就由姜文最差嘅講起啦。咁當然係理行理想呢套戲，我就擺喺次品度啦，絕對係姜文最爛嘅作品。呢套電影講述朗朗嘅自傳，但偏偏呢朗朗呢個角色係最空洞嘅，然後一個又一個客串演員走馬觀花登場，每個角色都係工具人，然後全片就係一套純爽劇，冇成長冇挫折，朗朗就係一路打怪升級，無往不利，甚至作為一套音樂電影啊，係冇音樂審美嘅，對鋼琴嘅理解就係彈得快唔出錯，呢啲咪就係下層市場嘅審美咩？最關鍵係呢套戲完全冇任何作者表達啊，你係睇得出姜文係冇嘢想講嘅，佢啲心思擺喺邊度啊？冚唪唥擺埋喺呢啲隱喻度，因為佢知 B 站嗰班讓學嘅信徒會高潮啊嘛。呢套戲拍攝嘅時間啱好就係讓學喺 B 站
盛起嘅時間，當時個個都喺度萬字解釋讓子彈飛，求其一條片個 view 數都幾廿萬，甚至過百萬，所以姜文係有意為呢班人服務嘅。佢哋只要見到飲魚就會話餵醋包嘅餃子，但我只想講一點，飲魚係有啲嘢你唔方便擺喺明面上講，你需要含沙射影去暗示呢啲先叫飲魚。你喺電影入邊呢啲所謂嘅飲魚，有邊啲係唔講得嘅先？全片都喺度表現緊民族主義，呢啲需要飲魚咩？除咗經歷黑暗10年嘅嗰位老師，關鍵佢仲係作為一個反面角色登場。咁我聽講呢套戲係佢老婆節嘅項目，佢係被逼拍嘅。咁我覺得姜文，你作為一個大導演，你唔想拍真係可以唔拍㗎，你係冇必要夾硬拍出嚟㗎，你咁樣對唔住觀眾，都對唔住朗朗所以呢一套一定係最撚差嘅。咁下一套邪不壓正，我就擺喺見仁見智呢度啊。邪不壓正係姜文作品比較割裂嘅一套，一方面經歷過一步之遙嘅失敗之後呢，雖然鬧過啦，但佢仲係想試圖拍一套大家睇得明嘅，所以邪不壓正有大量嘅姜式幽默，而且個故事呢都係一套抗日題材，都符合主流大眾嘅口味。你居然仲可以見到姜文第一次拍打戲啊，當時請個帽子仲係 Kenji 桑，所以你可以 feel 到啦，呢套戲係好類型化嘅。但另一方面呢，姜文仲係想有啲自己嘅表達，正如佢所講啊，餵醋包嘅餃子嘛，佢其實係想講新中國青年嘅未來。李天然呢個角色成個復仇線其實係一個少年嘅成長，佢有3個老豆，第一個係佢師父，代表佢嘅出身，佢最傳統嘅血緣身份，因為師父俾師兄殺咗，所以佢孭負住復仇嘅重擔。第二個係佢洋人老豆，代表嘅係西方嘅現代文明，李天然都喺佢身上學識咗普世價值。第三個係藍青峰，代表佢嘅政治教父，將佢當棋子咁利用。而當李天然脫離咗呢3個老豆，先真正成長，成為一個頂天立地嘅男兒。真正幫到李天然成長嘅，反而係周韻飾演嘅關巧紅。呢個都係姜文呢類導演一貫嘅思路，就係男人嘅成長都係要依靠女人。咁呢套戲姜文都係有意地將北洋做一個分割，就係屋頂同埋地下。屋頂係李天然最純真最自由嘅理想世界，而地下係充滿政治博弈嘅現實世界，所以兩邊嘅色調都完全相反。但呢套戲可惜就可惜在，如果你只以復仇線嚟講呢係可以嘅，如果只係以少年成長線嚟講呢都係可以嘅，但你將兩條線合拼埋一齊就好割裂。你前面睇住各路人馬喺度算計喺度暗鬥，結果下一場戲就係李天然喺度迷惘喺度不知所謂，個節奏完全混亂。所以呢套戲我更多嘅係覺得可惜。咁下一套大家應該都估到啦，肯定就係一步之遙。呢套戲我覺得冇大家鬧得咁差，我係稍為能夠理解姜文點解見到大家嘅反應會嬲到鬧觀眾，話咩以後再都唔包餃子去餵豬啦。因為呢套戲係難得好真誠地想同觀眾交心，只不過佢表現得太抽象啊。佢想講咩呢？佢想將佢所有睇唔慣嘅事物冚唪唥都喺電影中同你逐個諷刺啊！一開頭先惡搞下教父，帶出呢啲權貴，然後嗰個花國大選就係一個使錢嘅 show，就照住百老匯舞台去拍嘅，拍得非常華麗，就係拍出嗰種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嘅感覺。所有人喺台上裝模作樣，搞一個已經欽定好嘅花國總統，就係諷刺當下嗰啲做 show 嘅晚會啊、綜藝啊，然後設計一個非常浮誇嘅舞台劇演員黃天王啊，利用一個新聞冇求證事實真相，就喺台上大節奏賺流量，食淫血饅頭，下邊嗰啲觀眾個個拍手叫好。呢個咪就係如今互聯網嘅現狀咯。然後仲諷刺項飛田代表嘅官員，以及武大帥一家代表嘅豪門貴族官員，毫無原則，道貌岸然，貴族荒人殘暴，唯利是圖。尤其係武大帥嘅夫人，一個高階嘅知識分子，又講法文，又講西方文明，結果為咗政治利益，乜嘢都可以犧牲。咁然後當然都係要諷刺下大眾啦。呢個係姜文一貫對愚昧大眾嘅批判，冇主見冇思想，娛樂至死，助紂為虐。最後仲要諷刺下自己，最初造假操盤個選舉，煽動大眾嘅就係馬走日本人，結果俾更低俗更有煽動性嘅黃天王拎嚟批鬥。然後前面有幾咁成功，後邊就有幾咁折墮。佢最後甚至要靠女人嚟保護佢，呢個係對佢張麻子形象嘅一個顛覆，都係對佢男性自尊嘅一個諷刺，係佢對大眾傳媒以及
佢對自己嘅銀幕形象嘅一個反思。所以你睇姜文真係好真誠地同觀眾交心嘅，所有表達都冇問題嘅，問題係拍得唔好睇啫，情節完全係割裂嘅，表達大於故事，所以最終觀眾唔收貨都係合理嘅。但我覺得咧，呢套戲係最適合研究姜文呢個人嘅。跟住落嚟就到佳作環節，咁我嘅排名呢，可能同大眾有少少唔同，我呢度排嘅係陽光燦爛的日子。咁呢套戲拍嘅係姜文嘅童年，懷緬佢當年大院子弟嘅流金歲月。咁呢套戲冇咁複雜，本質上就係一套青春片，佢係將少年嘅悸動、自戀、迷茫、懦弱都呈現俾觀眾。尤其呢度有一個位我特別留意嘅，就係姜文喺佢處女作已經表現佢觸控嘅愛好啦。馬小軍係幾時對米蘭產生性幻想嘅？係喺米蘭屋企嘅床下底，佢偷窺到米蘭嗰對腳。電影用咗差唔多1分鐘時間就拍米蘭嗰對腳。咁當然啦，後邊都有大量展示米蘭嘅身材，就係青春時期少年對女性美好嘅投射。米蘭野性張揚神秘，大多數男仔喺青春期都會俾咁樣嘅女仔所吸引嘅。另外一個最值得一講嘅，亦都係我認為全片最神來之筆嘅，就係馬小軍呢個角色，佢嘅記憶錯亂。呢套戲前期一直以中年馬小軍嘅獨白追憶過去青春嘅美好時光，但突然間到咗中途，話俾你知前面好多可能都係假嘅，係記憶出咗錯亂，係我喺度自我美化。呢個係講緊追溯者嘅不可靠，都係記憶嘅不可靠。呢一 part 係非常真實嘅，因為我哋每個人都會喺潛意識中對自己嘅記憶進行咗藝術加工，我哋都係自己嘅主角，我哋自然都會美化自己。到最後中年嘅呢班人遇到個癲佬古倫木，古倫木只係對佢哋鬧咗一句傻閪。呢個係對成套戲一個巨大嘅諷刺，就相當於喺度話俾呢啲中年人聽，唔好再追憶過去啦，你哋如今就係一班庸俗嘅中年人。呢個立意要比後邊所有追憶青春嘅電影要高得多。咁姜文喺佢30歲拍呢套戲已經有咁樣嘅自我反思啊，呢個真係才華洋溢。咁之所以冇排喺咁前，主要仲係我覺得太過將大院子弟浪漫化啦。姜文拍嘅時候一定係對大院子弟享受嘅經濟特權同埋政治特權係不自知嘅。佢電影中嘅反思係對自我嘅反思，但對於呢個群體以及成個社會環境，佢係冇任何諗法㗎。呢個就係我如今再睇呢套戲，我會覺得有少少奇怪嘅感覺。咁下一套，咁我就直接跳到經典啦，係太陽照常升起。咁呢套戲係公認最難明嘅姜文作品，因為呢套戲姜文佢喺度拍緊夢啊，呢個肯定難明噶啦。而且敘事都唔係傳統嘅線性敘事，而係有啲似危險人物嗰種環形敘事。4個古仔看似係全部獨立，但故事之間又存在聯繫。咁我先盡量淺白一啲，俾大家先理解呢幾個古仔。我按照故事嘅時間順序一個一個講啦，先講第4個故事。喺大漠嘅戈壁度，2個女人並肩而行，一個係唐雨林嘅老婆，一個係後來嘅瘋媽。唐妻要同唐雨林舉辦一場盛大嘅婚禮，而瘋媽帶住肚嚟尋找自己嘅戀人阿 Elsa。一邊係2人浪漫嘅婚禮，梁老師仲同周圍啲女玩得非常盡興，仲摸人屎忽。另一邊呢，瘋媽喺架火車度生咗個仔。呢個故事就係隱喻中蘇蜜月期嘅美好幻想，充滿烏托邦嘅浪漫幻覺，都係一切嘅起點。然後第2個故事就係20年後，梁老師俾人屈佢摸人屎忽。咁嗰個年代呢，係有一個叫流亡罪嘅，唐雨林試圖幫佢洗清個嫌疑，但係組織只沉醉喺呢個集體公審嘅狂歡當中。梁老師最終上吊啦。咁呢一 part 就比較好理解啦，就係嗰10年集體對個體嘅批鬥。第3個故事其實係一開頭嘅故事，就係瘋媽唔見咗對鞋，咁佢個仔呢已經大個咗啦，眼見個瘋媽越嚟越癲，但自己又無能為力，最終瘋媽消失咗，留低咗對鞋同埋衫喺個河上漂住。咁呢度主要想表達姜文真係好中意腳，所以先叫佢老婆一直赤腳。講錯咗。呢度就係中蘇決裂後嘅時代創傷。喺第1個故事嘅理想烏托邦已經破裂啦。瘋媽之所以發癲，就係想尋回最初嘅美好，但最後
自己終於接受咗一切都翻唔到轉頭嘅事實，於是決定離開呢個世界。咁到最後一個故事就係堂妻同瘋媽個仔小隊長偷情，最後俾唐雨林一槍打死。咁呢一 part 咧就比較黑暗，就係舊時代嘅理想主義者逐漸淪為庸俗嘅中年人，最終因為妒忌殺死咗喺佢最美好時代誕生嘅下一代，亦即係經過嗰10年之後存活落嚟嘅人，佢哋變成咗掌權者，將自己當初寄予希望嘅美好時代殺死咗。所以呢個係一個悲劇故事，都係姜文為新中國書寫嘅哀歌。咁都好明顯睇得出佢嘅政治立場，有浪漫有殘酷都有詩意，但佢有意將最初嘅故事擺喺最後，佢仲係懷緬中蘇嘅美好時代，佢想將電影嘅 ending 就定格喺最初嘅浪漫度。咁下一套當然係讓子彈飛啦。咁呢套戲我嘅會員頻道已經出咗2條片全面拆解呢套戲啦，即係如果感興趣嘅朋友可以購買我嘅中級會員就可以睇到啦。咁我再講多2句啦。雖然姜文嘅忠粉係好憎呢套戲，因為引起咗全民解讀，將呢套戲推上一個前所未有嘅高度，而姜文嘅創作都係因為呢套戲受到極大嘅影響。雖然佢本人一定唔會承認，但讓子彈飛勁嘅位，首先係拍得好睇，作為商業類型片，故事極度緊湊，而且充滿喜劇性，中間大量嘅橋段都俾人津津樂道，成為咗流行文化。其次就係無論你係邊個陣營，你都會覺得呢套戲係自己嗰邊嘅。咁呢套戲喺小粉紅呢邊呢已經捧上神壇啦，但好多人可能唔知呢套戲都係青鳥們最中意嘅大陸電影，佢哋對呢套戲嘅對白係倒背如流嘅，你好少見到一套戲可以令到呢2個極端群體都覺得係代表自己嘅，佢哋唔會覺得呢自己係電影中被姜文諷刺嘅嗰啲百姓，都覺得自己係麻匪陣營呢邊嘅。呢個係呢套戲最成功嘅位。但如果你要問姜文，佢可能覺得大部分人都係咁樣嘅傻閪，因為電影鬧嘅就係你哋喺套戲入邊都叫你哋唔好跪啦，結果你哋喺現實中仲係跪喺度當佢係神咁拜。所以你話你係姜文，你膨唔膨脹啊？你肯定覺得自己拍乜佢哋都中意噶啦，所以咪拍咗一步之遙咯。咁依家輪到最後一套，冇錯就係《鬼子來了》。如果要我評21世紀最好嘅華語片，第一應該係楊德昌嘅《一一》，第二就係姜文嘅《鬼子來了》。先唔講佢顛覆咗長久以來抗日題材嘅黑板敘事，我就講佢對2個民族嘅觀察，用一個村民被逼照顧日本人嘅故事，就好似手術刀咁，解剖咗2個民族嘅劣根性，都深入地探討咗戰爭嘅本質。我甚至覺得呢套戲唔只適合拎嚟做電影研究，仲可以拎嚟做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嚟研究嘅，可以講係電影以小見大嘅最佳案例，而且仲能夠一直保持一股荒誕嘅黑色幽默。姜文喺呢套戲可以算係無差別攻擊啦，無論係國民定係日本人都俾佢狠狠地諷刺晒啦。一開頭主角馬大三被逼要照顧2個被綁嘅犯人，為咗推卸責任拖其他人落水，就呃啲村民話對方要全村人條命，然後呢啲村民呢又唔敢自己喐手殺人，就一路逼阿馬大三喐手，最後一直殺唔成，揾到一個以前做劊子手嘅一刀流嚟殺，結果嗰個一刀流見到係日本人都唔敢殺，最終話咩對方命不該絕，走撚咗佬。呢啲村民個個貪生怕死，但日本人就好好咩？電影中途村民將小三郎送翻日本軍隊度，日本軍隊嗰邊都順手承諾親自將糧食運送到條村度，最後中日兩邊一齊載歌載舞，實現咗中日和平。結果隊長突然間一聲令下，就展開咗大屠殺，日本人偽善嘅面具瞬間撕開晒，一個個化身成為喪盡天良嘅野獸。姜文對國民係諷刺，對日本係批判，軍國主義係如何磨滅人性，將人變成魔鬼嘅。電影中嗰場高潮戲表現得極為形象。其實講到尾啦，就係日本當時投降啊，呢班日本軍人馬上就要失去自己喺當地嘅權力，所以就立即拎你班村民嚟發洩，最後嘅結局都係神
結局，被處決嘅係兩個中國人，一個係漢奸董漢岑，你睇呢個名就起得特別好，因為學識日文，所以做咗翻譯。佢都係戰爭嘅悲劇人物，日本人被捉，佢跟住受罪；日本人投降，佢因為漢奸嘅身份被處決。而佢被殺嘅時候，現場全部係中國人喺度恥笑咁。姜文係將魯迅筆下嘅中國人笑中國人直接拍咗出嚟。另外一個就係被處決嘅馬大三，當初因為一時心軟放過小三郎，最終就死喺小三郎嘅刀下。結尾臨死前，全片嘅黑白色調瞬間變成咗彩色，就係最後愚昧嘅馬大三終於看清楚現實，亦都終於覺醒啦。呢套戲太震撼啦，而且係姜文少有地以底層為視角，呢個同佢後來將大眾當傻閪唔同。佢呢度對村民雖然有諷刺，但更多係怒其不爭，並且呢入邊嘅村民哪怕係自私懦弱，但骨子裏都保留住最樸素嘅善良，所以呢套戲毫無疑問排喺第一位。咁最後呢，都稍為總結下姜文導演嘅作品，做一個總結嘅話呢，就係中國男人嘅夢，陽光燦爛的日子係青春夢，鬼子來了係民族夢，太陽照常升起係時代夢，讓子彈飛係革命夢，一步之遙係傳媒夢，邪不壓正係少年夢，履行理想係大國夢，一個男人嘅中國夢，總結一句就係最終幻想。講笑啦。咁啊，以上就係我對姜文導演嘅睇法。咁今期就到呢度。如果你中意呢條片，請 like 同訂閱我嘅 channel，將呢條片 share 俾你身邊熱愛電影嘅朋友。你嘅支持係我繼續努力嘅動力。我哋下期再見，拜拜。